讲到人捌命运的信仰态度，请陈牧师。两兄弟大家平安。伫疫情的这段时间，咱减少甲人的接触，但是咱毋知有增加甲上帝的接触无？还是咱应该减少的这段时间，放伫咱的手机啊，逐日甲手机啊见面吼，哇，手机啊内底足侪物件。圣经爱咱，甲咱的上帝有亲密的关系。我足爱即句话吼，有亲密的关系。我常常咧想，我甲我的上帝敢有亲密的关系？伫圣经内底有两个故事，是我上介爱的。我相信恁应该有印象，我捌伫遮甲咱大家分享。第一个故事是伫旧约，就是咱今仔日要读的。第二个故事是伫新约，就是耶稣的第一个新约，互水变做酒。这个故事足水的。这个故事是咧讲，咱拢足普通平凡的人，但是咱一旦拄着耶稣，你认耶稣做你的救主的时阵，你的生命要进入丰富，正做甘甜有好滋味，亲像酒一般的价值。但是咱要安怎对伫足平凡的人生，到伫足丰盛，伫耶稣的祝福内底，我上介爱的这个经节有一句话，就是耶稣的妈妈甲遐个人讲，恁照耶稣讲的落去做。恁兄弟姊妹，迄是一个生活要领。当你的生命照耶稣讲的落去做，你的生命会无共款。但愿咱期待有一个机会，咱来好好来读这个耶稣的第一个新约。不过今仔日我要用旧约乃縵的故事，伫遮甲大家来分享。乃縵的故事我足爱，为什么我会足注意到这个故事？因为这个故事甲我家己信仰的追求内面有真济重叠的所在。首先，咱来看乃縵是虾米款的人？乃縵是亚兰王头前的第一个大元帅，就是第一个大将军。换咱即摆话讲，可能就是国防部长。伊个捌安那带因国家的军队，甲以色列人拍落来。所以乃縵是一个足了不起。伫圣经内底讲，伊家己王看伊做足尊贵的，伫咧王记下第5章第1节，亚兰王的元帅乃縵，伫伊的主人的面头前是做尊贵，佮足伟大的吼。这个人伊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伊的皮肤，伫圣经讲伊有大麻风、泰戈病。毋过咱甲注意想，伊若有泰戈病，伊会互送去隔离。为虾米伊也会当去找伊的国王，甲伊的国王讲话？所以咱就知影，伊这个泰戈病并毋是咱所认识的麻风病，是迄种真歹医袂好的皮肤病。伊拢医袂好。当伊伫因国家拢总医袂好，即款有一种病医袂好，但是足困扰的吼。就是医袂好，但是伊逐日甲你做伙，你会足困扰，你嘛会足艰苦。伊四过找，拢无法度得到医治。伫迄个时阵，头前咱知伊捌去以色列
去战赢了，因掠一个查某囡仔转来。圣经讲这是小女子、小女子吼，会检他像千里安尼吼，拄啊好捌代志，会当做工课，即个真巧气的查某囡仔，掠这个查某囡仔转来。这个查某囡仔看伊的主人有这个烦恼，伊就真好胆吼，伊就真好胆。伊甲伊的头家娘讲，伊讲巴不得我的主人吼去以色列找阮撒玛利亚的先知，伊一定会当甲伊医好。我足爱这三字，巴不得吼。伫咧别个翻译的所在写恨不得，哦，足绝对的口气哦，讲伊若去一定会当医好。伫咱台语的翻译讲，可袂得你去啦，伊紧去紧早医好啦。这查某囡仔足好胆的吼，伊有啥物条件，伊有啥物资格？伊是一个战败国家，阿兰是倒一个国家？叙利亚、叙利亚。以色列战败，伊互掠去遐做奴隶。咱知影奴隶的身份是，伊连家己性命的主权，伊就无法度掌握。人要甲刣死就甲刣死，人要甲卖掉就甲伊卖掉。但是这查某囡仔足好胆的，伫即款的情景的下面，伊犹原相信伊的上帝啊啦，第一熬。伊犹原相信伊的上帝有法度医好这个先知。你看这咱搁倒转来想，伫咱的信仰的内底，伫咱的信仰的内底，你有安尼相信无？你有安尼相信无？伊伫个咱较早拢会认为，咱要见证上帝，家己爱足够的，是毋是？当我趁足侪钱，我才来荣耀上帝；当我有社会地位，我才来荣耀上帝。毋是哦，伊直接咧甲咱讲，见证上帝是任何一个情况，咱拢会当见证。迄个最主要是咱的内心。爱知影，上帝确实是大权能。不管我拄着什么代志，上帝拢伫我的生命内底咧引带我。即款的信仰足水的，咱毋通去迷失伫迄款哦，我着爱足请呀，才有法度见证上帝。这个查某囡仔见证，常常带互我足侪来咧思考。不管环境，我四周围安怎改变，不管我拄着什么款的代志，我犹原要相信，我的上帝是上界大的气力。但愿咱有即款的决心，但愿咱嘛有即款的信仰的本质，知影咱的上帝第一熬。乃曼是一个，等者咱就会发现，乃曼应该是一个足好的人。然后伊就去甲伊的国王讲，阮兜吼，阮太太迄个查某囡仔讲，以色列一个先知足牛的啦，住伫撒玛利亚。伊去会甲我医治，我要来找伊。迄王当然足欢喜啊，这是伊上爱的大神啊。王讲：我帮你写一张批，王就帮伊写一张批。你敢知大礼面偌济？那换做咱即卖话讲吼，银600公斤，金70公斤。还有10束衫，真水的衫。伊个带伫国王的批，然后伊就去找国王，以色列的王。才有一个真好笑的对比。伫以色列互人掠去做奴隶查某囡仔，伊好大讲：哦，你去我的国家，阮国家的先知有法度甲你医。因为相信上帝的气力，
但是住伫以色列，伫遐还搁咧做王的王，听到这个将军来，惊甲，伊感觉你要来甲我找麻烦嘛？你可能要去惹起战争。这个时阵，以利沙就派人讲：你家带来我遮。伊所咧讲的，迄个撒玛利亚的先知，就是以利沙。伊讲：你家带来，你家带来。哇！这个将军吼，伊就足欢喜。伊说：啊，我找着啊，我找着，我得要得到医好啊！伊就去到以利沙因兜的门前，到伫门前的时阵，以利沙叫因兜一个使用人去挡伫遐。这个使用人甲伊讲，伊讲吼，阮先知讲，你去约旦河洗身躯，洗7摆就好啊。乃曼吼，感觉足无面子对无？今日若有无熟悉人入来咱教会讲牧师哦，我足喙焦，我嘛会添一杯茶互伊。何况伊佫走去到迄个所在，伊到遐，伊不但无记着乃曼，伊佫叫伊去洗身躯，所以伊足受气啊！互我足无面子诶！我的社会地位，连我国王都看我做遐尼尊贵，为什么你对我安尼？伊足受气诶！乃曼足受气，伊就要离开。伊讲吼，伊应该出来见我啊，徛咧替我祈祷啊，然后伊的手爱换伫咧我破病的所在，甲我安尼祈祷啊。伊为什么拢无爱？乃曼足受气的，伊活着就要走。但是乃曼伊边啊，另外一个奴才，乃曼吼拢会听伊边啊，遮个身份真低的人的话吼，这个人无简单。迄个奴才吼，伊就甲伊讲，伊讲吼，今仔日先知吼，若去叫你去做一个足大、足歹做的代志，你为了要医好嘛，爱去做啊。但是今仔日先知叫你去安那做一个足简单的代志，你去约旦河洗身躯就好啊。你著甲伊洗7摆，迄遐尼简单。吼，阮陪你啊！你当作佚佗伫遐豆豆啊洗，甲洗7摆啊，试看卖咧啊！乃曼伊听伊会奴仆的话，这实在足无简单吼。人爱会晓听话，爱会晓听对的话。嘛感谢上帝，乃曼身躯，伊一定对伊的奴才真好。啊，若无伊的奴才，一定安怎会惊伊，会甲伊拍马屁。当乃曼咧受气的时，讲对，这个先知后盖咱也来抬这个国家，先甲这个抬死。搞不好伊会安尼讲，吼，足无尊重你的啦！这我看着都受气。通常咱咧看电影，迄个有权力的人边仔毋是拢足侪即种的，但是伊的奴仆足有智慧的。所以乃曼伊就接受伊奴仆的讲法。伫乃曼的即句话内底，咱有一个足大的生活的学习。咱人常常坚持咱家己的方法来拒绝上帝，咱常常照咱想的，上帝吼是咱想袂到的呢。我的上帝甲你的上帝，咱所想出来一定拢无共款的。上帝大甲互咱想象袂到，咱常常可是咱常常照咱家己的想法，照咱家己的祈祷，上帝啊，我要安怎？我要安怎？我要安怎？哇！上帝，你著照安尼互我。但是上帝，你爱 A 的答案，上帝常常可能互你 B 的答案。互你 B 的答案，你讲上帝啊，你较互我这。因为遐日即位上帝是看咱人生全部的上帝，上帝伊知影什么是对咱上好的，
什么是对咱上好的。咱毋通阁坚持照咱家己的方法，叫上帝安怎？哦，上帝啊，你爱教我安怎？咱来甲上帝讲，上帝啊，你带我到上好的所在。上帝啊，你带我到你爱我去的所在。咱是上帝所疼的囝，伊一定会带咱去迄个所在。这是一个基督徒信仰必须爱学习的，互上帝亲自赏赐咱，带咱去，伊要互咱去到迄个所在。乃曼伊真聪明，伊马上接受，然后伊马上去说，伊马上得到好。伊得到好的时阵，伊做一个决定，伊只有要敬拜这个上帝。伊足巧的吼，马上做决定。但是伫敬拜这个上帝的时阵，伊马上做伊信仰的反省。伊去想到，伫伊日常生活内底有一样代志得罪上帝。什么代志？就是伊需要陪王进入因的神庙。迄个王咧磕拜的时阵，乃曼需要甲伊看咧。所以王磕拜，乃曼嘛是爱屈家落来。乃曼伊感觉伊这个动作毋对，但是伊阁无法度去撇免，伊就甲先知讲愿上帝，愿耶和华上帝赦免我。先知讲好，你平安倒转去。各位兄弟姊妹，这是咱信仰一个爱去学习的代志。这是乃曼讲的吼，伊讲：当我知影，除了以色列以外，普天的无有别的上帝。对答以后，罗卜无要阁将烧祭、平安祭献予别的神，只有要献予耶和华。总是有一项代志，愿耶和华赦免你的罗卜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咱常常吼，爱伫咱的生活内底检讨，咱有得罪上帝无？圣经这两句话吼，我真爱。讲耶和华的目睭吼无所不在，歹人好人伊拢在看，歹人好人伊拢在看。吼，然后佮讲吼，人家己感觉家己哇足好诶，我拢做对，但是迄个对毋对，只有耶和华上帝知影。伊知影你的心内底到底咧想啥物，伊知影你的心内底到底咧你咧做啥物。你兄弟姊妹，这个基督徒上界重要的是爱知影家己安怎得罪上帝。有的人毋知影，有的人永远拢是感觉家己才是对的。别人拢毋对，我为什么做安尼？就是伊做安尼，所以我做安尼。毋对，拢是别人，伊家己绝对对。即种的人吼，真可怜，非常可怜。伊爱知影，咱的上帝所看，伊监察咱每一个心思意念，伊监察咱每一个心思意念。你兄这伫向日葵学院，到即嘛已经20年啊。伫向日葵学院的第一届毕业典礼，第一个毕业典礼了，有一个代志，有一个特别自杀的查某囡仔，互人带来咱的教会。其实看伊的册就知影，伊自杀几摆啊。这查某囡仔伊完全失望。迄个时阵，咱的教会周间会甲伊啊吵，迄个草草吼，巧造，
带走、移走、巧走，然后铺地毯。我会记得这查某囡仔入来是温润，啊，带来的人一下就离开啊。这查某囡仔，伊一直讲我要自杀，我要自杀。我是讲哈，哎哟啊你，我拢唔捌你，为什么你走了我遮一直讲你要自杀？后来慢慢知影，这查某囡仔读五专2年的时阵，熟悉着伊的男朋友，啊，伊就去因男朋友的厝呢，甲伊的男朋友同居。啊，伊的男朋友因兜是伫菜市啊咧做油水的，所以伊就足乖足认命。后来甚至于因男朋友因兜的生意拢放互伊做。伊逐日暗时3点起来，4点爱甲菜市啊，准备伊要做的迄。伊来的时阵，伊的手会整甲拢乌，伊的骹足侪红豆冰。啊，佮因为忽然间，因男朋友敲电话甲伊讲：啊，你会当离开阮兜啊吼，我无要甲你结婚。所以伊足痛苦的，伊一直讲：我要自杀，我要自杀。啊，找无办法，我嘛毋知影你的个性，也毋知迄个，我要安怎甲你放赞呢？后来我就甲伊问讲：我要安怎甲你放赞？伊讲吼，请你叫迄个查甫的来，吼，我要当面甲伊讲，伊袂使用一通电话。伊讲吼，我2年的时阵就去因兜，替因兜做遐济代志，我搁互伊去补习班，搁互伊去读大学。伊去读大学，伊就去甲1年的学生啊同居，伊就甲我讲：啊，我要甲别人结婚啊，你离开安尼。伊想袂到，啊，我就讲好安尼，我帮你敲电话。哇，一直敲，经过一日吼，迄个查甫的才出现。啊，这个查甫的搁带伊即摆同居迄个查某囡仔来。一个大学1年足单纯、一脸茫然的查某囡仔来，啊，查某囡仔来，伊毋敢落车，伊坐伫车底。啊，这个查甫的就入来，足歹哦。伊就甲讲：啊，我著甲你讲好啊，吼，我无要甲你迄落有任何的关系，你会使转去。啊，伊就伫遐。因咧讲的时阵，我就去找坐伫车内迄个查某囡仔。我就讲，你也足少年吼，你大一的吼，啊，你大一就甲伊同居，啊，你爸爸妈妈知无？毋知，当然嘛毋知。吼，啊，我就讲，你看迄个人遐尼艰苦，你有看到无？伊讲，我啊。伊就无甲伊结婚啊，我嘛无法度。伊会甲我结婚，伊就无甲伊结婚。我讲你较会知，伊一定会甲你结婚。你较会知，伊一定会甲你结婚。伊今仔日伊感觉你较少年、较水，阁是因同学，伊就甲你做伙。将来伊若看到一个，伊感觉阁较好诶，伊是毋是原来会发生即款诶代志？这查某囝仔就点点。我就讲，你详细看哦，你看遐尼痛苦，有一日你嘛会安尼。然后，迄个查甫囡仔就甲伊载走。咱毋是咧讲这个查甫囡仔问题，我讲这个查某囡仔，我甲伊讲，我答应你一项代志，你嘛爱答应我一项代志，你爱将恁兜的电话互我。啊，伊嘛哇等足久的吼，啊伊才将因兜的电话互我，我敲电话互伊的妈妈。伊的妈妈来是一个足水，看起来足好的妈妈。伊甲揽咧，啊一直甲伊热较只拼，啊缀伊哭，啊一直甲我说多谢，讲我的查某囝互人等伫遮，你肯甲阮顾，多谢你，多谢你。
然后伊甲伊的查某囝带转去。这个故事到这。2年后，一个足水的查某囡仔开一台足好的车入来，伊看到我有一点仔歹势，佫有一点仔欢喜，但是我完全袂认得伊是啥。甲伊讲话时阵，我才慢慢想着啊，就是这个查某囡仔。吼，伊讲伊即马伊佫当咧读大学啊，伊伫因兜的公司咧上班，伊咧甲我讲伊的近况，伊是出差来中华办一个因兜啥物代志，伊要甲人做啥物，所以过来遮甲我看一下，然后伊足紧的就离开。过差不多嘛是个2、3年过，我接到伊要结婚的帖啊。伊甲我讲，牧师，我只有要甲你报告，我要结婚啊。然后伊伫迄内底写的几句话，互我足感动的。伊讲过去那5年不堪回首，但我依然感谢上帝，互我伫迄5年认捌上帝。所以我倒来高雄的时阵，我依然去教会，因兜无信主哦，伊依然去教会。所以伊即摆先生是伊伫教会拄着。伊讲，我现在有一个好的无比的先生，好的无比的先生。那下这个是上帝为听伊的人所备办的，敢毋是安尼？今日伊若感觉基督徒较会对我安尼，我不爱去教会啊。但是伊无安尼，伊讲迄5年不堪回首，但是他得到了伊的信用，伊认捌上帝，伊倒转去遐，伊继续搁去教会。即马上帝赏赐伊一个好的无比的。你遐弟姊妹，上帝所赏赐的才是啥物？上好的，敢毋是？上帝所赏赐的才是上好的。我相信上帝有缘要拣选乃縵，所以伊无照乃縵所想的，上帝只不过你去洗身躯就好。这个行动是要互乃縵安那对伊感觉家己足尊贵的身份去认捌。我伫上帝面头前，袂使用我的社会地位，袂使用我的尊贵来安那来衡量啊！迄是我家己想的啊，敢毋是安尼？但迄个亲像咱常常咧想讲，上帝爱对我安那，爱对我安那，咱必须要安静落来，咱顺服，求上帝带咱行伊的道路，求上帝带咱行伊的道路。故事应该到这就结束吼。哇，乃縵得到医治，真好。以利沙伊甲伊的礼物献出去的时阵，以利沙安那伊无爱。因为以利沙知影这是出自上帝对伊的意志，这是上帝的权力，毋是我，毋是我。所以以利沙无爱。伫这个故事有一个足特别的人，就是以利沙的奴仆基哈西。咱来知影，这个人拢一直对伫以利沙的边啊。以利沙，上帝互伊足大的权力。会当互死去的人阁活呢，伊嘛会当互足侪人同时食饱，伊有足侪遐神热技术。咱若详细去读迄个列王记下，咱就会当读到足侪以利沙的故事。基哈西缀伫伊的边啊，伊看毋知影上帝有遐尼大的权能，上帝有遐尼大的气力，但是圣经讲啦。贪财是万恶的根源，有足侪人贪恋钱财，就离开了真道。
用真济忧苦，甲家己安那擦甲遍体鳞伤。基哈西真好打哦，咱来看到，咱来看伊，伊的迄我无用出来吗？我看，好。基哈西当边啊，伊看到伊的主人无要接受这个，哇，遐尼济呢，银600公斤呢，金70公斤呢，吼，杂丝好衫呢，但是伊的主人啊那，连一点仔动容都无讲，你摕转去，因为安那，伊这代志是出伫上帝嘛，上帝要竞选你，上帝要祝福你的家庭，你就放心倒转去。但是基哈西讲，我的主人无愿意对这个亚兰人乃曼的手中摕伊带来礼物。我要知道永远活的上帝救主，我必须要走去甲伊摕。做歹代志，阁会指着上帝名来救主吼。因为兄弟姊妹，这实在是一个足可怕的代志，足可怕的代志。咱咧足细字的。今日毋是牧师，就领着一块安全，讲你一定当进入天堂，嘛毋是丢了结束的领着很安全，说你可以进入天堂。伫这个故事内底，上互人学乐的历代都被赞美是倒一个人？咱家己想，这内底这个故事内底，什么人会互人赞美？历代人拢学乐伊，是不是迄个无名的小女子？吼，伊做奴才，伊佫足好打，伊甲见证讲，我的上帝啊那上牛，上有气力，你去找伊就当解决。但是这个对伫先知的边啊，伊拢亲捌上帝大权能气力的人哦。伊竟然敢安那，看到遐个金、遐个银，无去摕着，挡袂牢啦。佮敢咒詛讲，好，我若无去摕，我袂杀咧。有咧兄弟，伊有摕着，伊摕着偌济？乃曼互伊60公斤的银，2束衫，因为伊甲乃曼骗讲啊，有2个人，有2个学生。要来找伊丽莎，伊丽莎要互伊物件，但是贪心的后壁就是白贼，这真正是真理呢。贪心的后壁就是白贼，伊互伊摕转去伊的房间藏咧，伊个是无人知，上帝目睭监察一切。伫圣经内底讲，咱一举一动都要求告上帝的名，互上帝气力甲咱做伙。所以咱毋通讲吼啊，上帝毋知影，上帝逐项着知，上帝逐项着知。伊摕去藏，伊叫是伊丽莎毋知，伊丽莎嘛知影。一个受拣选、受祝福的故事的背后，是一个大跋倒。失落离开上帝故事，伊咧甲咱讲，咱基督徒必须要时时警醒咱家己，毋好安那进入迄个迷惑的内底。基哈西伊真正哦，伊真正有得到60公斤的银，伊嘛得到2束好衫，但是伊得到啥？得到真正的太高边。圣经讲，太高边伫伊的身上是白色的，迄就是真正的太高边啦吼，是白亲像色。这个太高边毋是伫伊的身上，嘛是伫伊的子孙的身上。伊个得到啥？伊个得到记载伫历史内底，人来听到基哈西哇！这个贪心的得到嘛方便的，各位兄弟姊妹，咱的上帝是有听，阁有公义的，有听，阁有公义的。
今日咱伫遮，咱要来看几节真好的圣经节。真好的圣经节，耶和华所赐的福，互人富足，阁无安那，阁毋免烦恼，足好诶呢，对无？上帝要互咱足富足好呀，阁毋免烦恼。啊，你要安怎得到？伊甲咱讲敬畏耶和华，心存谦卑，咱就当得到安那好业、尊严、性命这三项的赏赐。敬畏咱的上帝，咱今日个倒转来，个倒转来。个倒转来，咱上头前，咱来检验，伫咱的信仰内底，咱常常，咱会感觉咱的人生可能无顺利，可能有绝望，可能有互咱无好的情绪。就是像这个查某囡仔，伊互掠去做奴才，但是伫做奴才的时阵，伊知影。我失去一切，但是伊无失去上帝。咱要足注意这项代志。咱的人生会当失去足侪物件，但是咱绝对毋好失去上帝。哈巴谷的祈祷后来变做一条足好听的诗歌。伊讲：虽然无花果无发旺啊，就是树也无大丛，葡萄树未结果子，橄榄树也无结。柑仔出来，蚕安那未出美牛，钓来也无牛也无羊。我人生啥物拢总无，总是我要因为我也阁有上帝来欢喜，因为我相信我的上帝会为我安那备班，会为我准备。希望这个圣经节咱拢爱会记咧，诚做咱信仰的帮助。虽然我啥物拢无，但是我只爱有上帝。今这个查某囡仔故事就是咧甲咱讲安尼，伊啥物拢无，但是伊只有上帝，伊只有上帝。伫这个圣经节，咱来知影，咱毋免去坚持。哥林多前书对咱的勉励，伊讲叫恁的信，毋是出自恁的智慧。为什么？这什么意思？毋是出自咱所想象会到的，因为这是上帝大气力。这个大气力是啥物？上帝为咱所准备的，是咱的目睭无法度看见，耳孔无法度听见，人的心嘛无法度想到。但是头拄我甲你讲，19年前迄个。互人放杀的查某囡仔，伊最后写迄张批，寄伊结婚的相片甲喜帖来，伊甲我讲感谢上帝。虽然我迄5年过甲足歹，但是我感谢伫迄5年来，我认捌上帝。当今仔日上帝赏赐我一个好的无比的丈夫，我相信上帝嘛要将好的无比的代志。放伫恁的心中，放伫恁的生活内面，咱来学习，恳求上帝赦免咱。赦免是一个机会，赦免是一个机会，重新做人的机会。赦免是你信仰的悔改。当你愿意的时阵，上帝讲。你的罪，我会甲你涂抹掉，就好像就是遐写你的罪，咱甲这个壁佮重新粉刷过、涂抹掉。但是你的罪是还佮伫遐，毋过上帝听甲你涂抹掉，互你过甲安那有喜乐、有平安。这是咱今仔日所要向咱提出的信仰的学习。因为遐日姊妹。将乃曼的故事，恁回去去读一遍。将上帝予伊的智慧，嘛伫恁的生命内底不断带互恁新
更好、更好的无比的人生。咱三个来祈祷。亲爱的上帝，阮爱甲你较亲密，总是阮常常袂晓要安怎做，才会当得到你欢喜。恳求主加强阮敬畏你的心，互阮知阮的生活内底有啥物是主你所无欢喜的。恳求主你赦免阮，互阮通成做你喜意的，你所享受要享受你的生命好的无比的囝儿。主，愿阁一遍向你拜列，恳求主，互阮智慧来消化乃缦的故事，来向伊学习。阮的生命袂使坚持伫阮家己的方法，阮来顺服伫上帝安排。佮互阮明白，出伫上帝是上界好的。阮安尼祈祷，感谢奉主的名，阿门。